Hello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丁。今日咧，我係拍100訂嘅 Q&A， 冇錯，就係講一下呢個頻道嘅歷史，同埋點解我要拍 YouTube。咁我哋而家廢話唔多講，而家開始。咁事情呢個歷史要由開學嘅時候講起，即係2025年嘅9月。2025年9月24號咧，我就上傳咗第一條影片，就7個月前嘅。不過佢嘅拍攝日期咧，就係2個月前嘅7月25號。我而家就嚟帶大家睇下啲片。我其實係一條非常普通嘅片，之後我就有開始識得拍片之後咧，我就開始拍Roblox 嘅片啦。之後就係競爭者嗰啲啊，之後我就開始拍巴士同埋露天啦。我都係繼續拍，之後咧去到3個月前，即係1月嘅時候，我就有拍我第一條開箱影片啦。好，咁我到下面都繼續拍我以前拍過嘅嘢啦。咁就喺2個月前，新年嘅時候，我咧就創辦咗南海運輸，有一條線係683部機已經取消咗，取消咗已經。之後咧，我喺2個月前，亦都差唔多新年嘅時候，就俾咗一個挑戰，就係黃金之路。不過咧，佢而家咧要100級先可以，我而家都90級啦。另外而家已經停咗拍㗎。之後都係喺2個月前，我都拍咗第一條偷老紅嘅影片。之後後來我80第日送初學者包畀其他嘢。之後咧，呢個台北嘅淡水順義線列車喺文具室度關門咗，佢個門再開咧，我唔知道佢咩型號嘅，不過我肯確定唔係C381。呢條片咧，其實咧就係喺2024年嘅12月拍嘅，我哋睇下。OK，咁就係咁樣啦。咁我就繼續，我就喺1個月前就開出咗部電話嘅，就係我哋都第2部電話啦。咁喺3個星期前，我就去咗廣州旅行，所以就帶咗一啲特產返嚟，就係廣州地鐵上傳到嘅 YouTube 一堆廣州地鐵嘅嘢。之後咧，我就開始繼續拍以前拍過嘅嘢。我就有拍深圳地鐵 Roblox 版本嘅。不過6日前咧，我去咗深圳旅行啦，所以就出咗5日前去深圳旅行，所以就拍咗好多深圳地鐵嘅影片。係，咁呢
其實我想拍片嘅原因咧，就係喺1月到3月嘅時候咧，我唔拍片就難受啊！講真嘅，我一唔拍片就難受，即係就好想拍片啊！咁其實我開始咧知道點拍片之後咧，就好想去拍片，因為邊個唔想出名啊？係啊！咁我而家都就嚟120訂閱啦，咁希望大家可以幫助我，你嘅動力我非常需要，所以如果想快啲到120訂閱嘅話，咁就快啲按下訂閱掣，又快啲到達120訂閱啦。OK，咁呢條片就到呢度啦，希望大家可以鍾意呢條片咧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大家拜拜。